日係我喺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做1日見習督察嘅日子，好期待一陣可以了解更加多照顧動物同埋幫佢哋揾新屋企嘅過程啊！喂，咁做咩好？我哋出發啦！好啊！漁護署會從各種渠道接管動物，包括經執法行動檢獲，以及一啲被遺棄或者流浪嘅動物。每一隻動物都會被安排去到合適佢哋嘅空間，無論係貓貓定係狗狗，都有佢哋專屬嘅休息區域，確保佢哋得到最好嘅照顧。係啊，我哋會根據動物唔同嘅情況安排佢哋去合適嘅安置空間。喺動物管理中心，每一日都會有專人負責清潔、餵食，咁樣唔單止可以幫助佢哋保持身體健康，仲可以令佢哋感受到被關愛。係啊，每隻動物都有佢專屬嘅檔案，記錄住健康狀況同埋注意事項。而當等到動物嘅健康狀況穩定咗之後咧，獸醫就會幫佢哋進行初步嘅健康檢查，評估佢哋適唔適合被領養。而合適嘅動物會安排佢哋去待領養嘅房間。然後部門嘅同事咧就會聯絡動物福利機構，將呢啲健康嘅動物轉交俾佢哋，讓市民領養。動物福利機構會評估領養人同埋動物係咪合適，確保每一隻動物都會被符合資格嘅成年人領養，給予被遺棄嘅動物再次成為寵物嘅機會。今日嘅體驗令我明白到，領養唔單止係為動物提供一個家，更係對生命嘅尊重同埋承擔。好感謝漁農自然護理署同埋動物福利機構對呢啲動物無微不至嘅照顧。